后来，再来是中华邮政，也就是邮局，为着要庆祝邮政节，发放每一个员工奖金1000块。不过，这个高雄邮局有员工来压料，讲银行要求要用这个奖金来购买到邮局的网络平台在卖的白米来冲业绩。所落去，这个邮局的内部，阁有一篇的公文，写讲袂当以私人的名义，伫个网络顶发表着工作言论，这更加是引发着基层的怒火。高雄邮局八会讲，拢是误会，绝对无强迫员工爱买米。无论是伫柜台办理业务，也是分报告甲信件，3月20就是邮政节。为了感谢内部辛苦的同事，中华邮政特别分奖金予每一个员工。也毋过即卖红亚了讲，好意煞来变调。文章内底写讲，痛苦拢是比较出来的，主要是咧讲发放的这1000块奖金。技术方要求，敢若当伫家己公司的网购平台买物件，而且佮指明爱一组买10包送3包的白米组合。互员工自己讲，甘公是咧甲公司倒冲业绩。尊重公司啊，里面的东西你需不需要，有没有用到，就看你个人。不是盲从啦，一般现在很可能都是要行销啦。这件代志虽引发着讨论，邮局嘛亲身说明，我们还是有缴库盈余的压力嘛。如果你也愿意，那就在我们的商品上购买。我们并没有叫你强制一定要买，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误会。高雄邮局的内部，所来出现这篇公文，员工无经过许可，要当以私人的名义伫网络顶发表空虚言论，若是有违规，都要照服务规定基础。邮局嘛方面讲，这一点嘛都无民主。就是想要把声音压下来吧，就是把早期的那一套再沿用下来啊。这一次呢，确实也是有同仁在上面发表了不实的言论，所以事情总是会以讹传讹，一直不断的扩散嘛。邮局的议题引发着负面的观感，高雄邮局赶紧出面解说，强健未来伫言辞的使用都要更加谨慎，较袂造成误会。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